怎么了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要不送你去趟医务室啊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刘峰。我叫云诗彤，谢谢你，刘峰。没事。算了，还是去趟医务室吧。走。怎么回事？小九说你们被袭击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大，韩元仓现在已经明目张胆对马吉下手，这件事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还有啊，我查到了，天浪集团跟韩元仓有密切的往来，所以红鼎集团绝对有天浪集团的人。没错，这几天马吉也查出了许多证据，所以他们着急下手。背后下手，算他妈什么男人？有本事跟我单挑啊！你放心，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老大，我发现奇怪的事。你说。红鼎集团系统表面上被我修复了，但是一直有一个字符指令我搞不定。怎么回事？我怀疑这个字符指令背后隐藏着一个监控的命令，一直监控着包括我操作的所有系统。连你也搞不定？不可能！我们马吉厉害着呢，只那对手太卑鄙。这个人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马姐，你能查出来那个人是谁吗？很难，因为这个字符指令很隐秘，我之前没有发现。不过我在做一个进攻的软件，可以先把红鼎的重要资料保护起来。老大，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谁呀？这个解答任务只能交给马吉了。抱歉，我要见柳峰和魏天浪，有些事情我不能再等了。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通知他们。云诗彤以为让段飞做了监察组的组长就能够制约你，韩总，我们该全面反击了。高健，一起联系剩下的几个股东，让他们开出条件，保证在股东大会上和我们联盟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云诗彤永远滚出红鼎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在座的都是我十分信任的职员。今天这个会议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呢？我手里有一个方案，准备跟新的合作商商谈使用。新的合作商，云总这么快？是关于什么的文案啊？迅速推动电商计划的相关技术方案。这个方案一旦实行，电商计划将被迅速推入市场，会给红鼎带来相当可观的营业利润。为什么敢这么肯定呢？因为一切环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资金到位就可以顺利进行。
红顶最近发生的事儿，大家也都知道。为了保证这个方案能够顺利执行，所以这份文案的内容，我暂时不能向大家透露。不是吧，云总？您的这个内容，连我们在座的这些高管都不能看？因为这个方案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手里有一份资料，先发给大家看一下。最近天浪集团的地产销售额直线上升，但是我发现他们的销售模式跟我们之前制定的非常相似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只召集了各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。好的，我立即回去查清这件事情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吧，散会。我收到消息了，云世通公布了一份新的策划案，一旦投资成功的话，红鼎集团将越来越难对付。但是云世通这次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，虽然我跟他们的技术部门的人碰过面，但是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。我觉得这次我们应该侵入他们的网络，才能够窃取到他们最新的方案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本来很快的，但是现在，你在跟我提钱？强哥，你也知道，我给您工作这么久了，也是时候应该有点报酬了。报酬？啊？强哥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，但是我也需要钱做自己的事吧。这好像跟我无关吧？我现在让你做的是从云世通那里拿到最新的策划案，给我。没有钱，你就别想见到策划案。你在要挟我？刘天山，你少跟我在这出乱子！你的命，我要想要的话，